翻嚟新聞時間，市區重建局首次批出舊樓業主主動申請嘅3個重建項目，其中2個喺深水埗，一個喺大角咀，涉及大約係300個單位。如果收購順利嘅話，最快7年之後陸續重建完成。市建局預計3個項目都會蝕本㗎。由吳美玲報導。3個由業主主動提出重建嘅項目，其中2個喺深水埗嘅海壇街，另一個就喺大角咀嘅杉樹街同埋橡樹街交界。呢一啲樓高4至9層，樓齡有近50年，都係日久失修、石屎剝落，亦都有僭建同埋劏房，一共住咗大概290戶人。市建局派工作人員去調查，確定住戶嘅數目同埋了解樓宇嘅狀況。3個項目嘅總發展成本大概係15億，當中物業收購同埋安置補償租客嘅開支就佔咗大概9億。重建項目預計喺2019年至到20年完成，提供230個中小型單位。市建局預計項目會蝕錢。按照今日嘅樓價同埋今日嘅賠償條件呢，我哋預計呢3個項目呢係會蝕錢嘅。對於市建局會唔會配合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嘅政綱，將收翻嚟嘅土地興建公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就話要視乎政府嘅政策。市建局喺推行市區更新計劃嘅時候呢，係要繼續維持佢財政自給嘅長遠目標。如果市建局每一次花咗好似呢次呢係10幾億咁去做一個項目，有9億係愛嚟做賠償，而係徵集咗土地呢，就起一個係冇回報㗎啦嚇。我諗大家都知道嘅公屋呢，就衝住呢2個原則而嚟。市區重建局舊年首次推出需求主導嘅重建計劃，俾舊樓嘅業主主動申請重建，一共收到25個申請，只有3個獲批，係因為其他嘅項目都唔能夠達到有67%嘅業主贊成，同埋重建地盤必須達到400平方米等嘅要求。今次嘅重建計劃至少需要有80%嘅業主同意，市建局先至可以收購。而呢一座杉樹街嘅舊樓就已經有70%嘅業主簽咗同意書。如果只有少過80%嘅業主同意，收購計劃就會取消。下一輪嘅需求主導重建計劃6至8月就會接受申請。亞洲電視記者吳美玲報導。市建局今次3個重建項目都係由業主主動提出㗎。其中杉樹街嘅業主就希望改善惡劣嘅居住環境，但有劏房嘅租戶就擔心被逼搬遷。梁家寶去睇過。成功申請重建嘅呢一棟杉樹街嘅大廈有6至9層樓高，唔少地方日久失修，大廈外牆鋼筋外露，樓宇好多地方石屎剝落，居住環境惡劣，牆身亦都有滲水嘅痕跡。住咗大約50年嘅業主取伯好支持重建，佢嘅廚房牆上面穿咗個窿，廁所嘅牆身同埋喉管布滿鏽跡。佢話5年之前大廈嘅業主曾經夾錢維修，但係都冇改善。問題就好大啦，問題即係邋遢啦，又漏水啊，舊啊嘛。治安呢？治安麻麻地咯，普通咯。點樣差法啊？治安？多以前咧就即係有啲即係食白粉啊嗰啲喺樓梯嗰啲，家下咧就少啲，家下就冇，以前係有。唔少住戶都將雜物擺喺呢一棟大廈嘅樓梯，甚至仲晾埋衫添。咁可以見到雜物佔咗樓梯嘅一半。咁如果發生火警，都相當危險。大廈入邊亦都有唔少劏房。鄧先生以1300蚊租到呢一間100幾尺嘅劏房，而且住咗10年。佢對重建表示無奈。根本冇得住㗎啫嘛。點解呢？梗係啦，你揾唔翻呢啲咁嘅平租啊嘛。但係你自己本身覺得個環境點樣呢？個居住環境？我覺得冇乜問題，我本人就講幾好。市建局話會向獲批重建樓宇嘅自住業主提出樓換樓，亦都會協助合資格嘅租戶申請公屋或者以現金補償。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轉下其他消息，中國同菲律賓艦隻喺南海黃岩島海域對峙已經10日，咁中國再調派漁政船到南海一帶執行維護主權同保護漁船任務。咁解放軍南海艦隊近日亦都舉行咗海上對抗訓練。黃永琪報導。
中國最新派往南海執行維權護漁任務嘅漁政310，星期三由廣州出發，星期五抵達黃岩島海域。漁政310係中國目前航速最快、性能最先進嘅漁政船。至於過去幾日同菲律賓艦隻對峙嘅2艘漁政船，其中1艘返去廣州補給。除咗海監船加強喺南海巡航，解放軍南海艦隊近日亦都舉行咗掃雷獵潛對抗訓練，模擬發現敵方潛艇之後發炮攻擊。方位165，距離5輛3個。方位142，距離7輛2個。發射炮仰角30度，預備，發射。除咗演練之外，有報道更加話，解放軍喺海南三亞基地原本集結嘅3艘核潛艇，最近亦都有調動，至少有1艘前往南海巡邏。國家海洋局亦都首度頒布全國海島保護規劃，列出全國海島嘅數量、面積同埋海岸線，其中南海海島數量約佔總數2成半，東海就佔6成6。分析話，中國此舉係要標明中國喺南海同埋東海嘅主權。而喺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持續有民眾遊行到中國駐當地大使館示威。佢哋話，中國艦隻同埋漁船闖入黃岩島海域，侵犯咗菲律賓嘅主權。菲律賓同中國艦隻因為菲律賓1艘海軍巡邏艦喺黃岩島海域以涉嫌非法捕魚為由，企圖扣查喺嗰度作業嘅多艘中國漁船，被2艘中國海監船阻止之後，自今個月11號開始對峙。雙方都話希望透過外交途徑解決，但係至今都未撤走艦隻。亞洲電視記者黃永琪報導。總理溫家寶展開歐洲4國訪問行程，今晚會抵達第1站冰島。喺歐洲債務危機之下，經濟議題係此行嘅主調。溫家寶亦都會敦促歐洲向中國放寬高新技術出口管制。孫兆勤報導。總理溫家寶係中國同冰島建交40年嚟第1位訪問冰島嘅中國總理。冰島係第1個同中國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嘅歐洲國家。而家中國已經成為冰島喺亞洲嘅最大貿易夥伴。溫家寶嘅冰島之行，期望加強兩國喺防範金融風險同埋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嘅合作。溫家寶今次嘅歐洲4國行，第1站係冰島，跟住會去德國，然後轉到瑞典，而最後1站就係波蘭。今年係中國同德國建交40週年，德國嘅行程比較重要。溫家寶出任總理以嚟，今次係第6次訪問德國，佢會同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期望推動中德關係全面向前發展，同埋就解決歐債問題達成新嘅共識。溫家寶亦會出席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嘅開幕儀式，亦會喺中德工商峰會發表演講。離開德國之後，溫家寶就會去第3站瑞典，係中國總理28年嚟第1次訪問呢個北歐國家。瑞典係中國喺北歐地區嘅第1大貿易夥伴，同埋第3大技術引進來源地。溫家寶將會出席可持續發展夥伴論壇，同埋發表演講，展述中國積極促進可持續發展同埋參與國際合作嘅政策主張。而波蘭就係溫家寶訪問歐洲嘅最後1站，溫家寶會出席喺華沙舉行嘅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議同埋經貿論壇，展述中國對發展中歐關係嘅態度同埋舉措。分析話，溫家寶此行係會進一步敦促歐洲向中國開放市場、放寬出口管制，同埋提升高新技術產品對華嘅出口比重，擴大雙向投資。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正因翻嚟會報道，海關首次發現喺機場有人將可卡因滲入行李袋入邊嘅棉花，企圖偷運入境。議員擔心下屆政府對廢物處理有唔同嘅睇法，反對擴建垃圾堆填區同興建焚化設施。